印光大師一生極力提倡了凡四訓，了凡四訓將因果嘅事理講透啦，真難得。佢係袁了凡先生一生實行改過自身嘅報告。雲谷大師俾佢嘅開導，佢明白覺悟，先知道命係自己做嘅，福係自己求嘅。佛法講命運，但唔係宿命，命係過去生中所做嘅業。你呢一生中所受嘅報，呢種叫命運。自己做嘅同人冇關係，自己做嘅當然自己可以改。點樣改法？我唔再做惡，我全做善，命運就改啦。你呢一生中有啲唔如意嘅，嗰啲唔善嘅果報全冇啦。你所希求嘅、所向往嘅，通通現前啦。升官發財能得到嘅，佛事門中有求必應。老實講，唔係從佛門之中求，係你從自性裏頭求嘅。佛家講自性，咁又知道佢唔迷信。向邊度求？向你自心裏面去求。有求必應，向外面求，求唔到。通通都要向自性，求長壽得長壽，求仔女得仔女，求升官就升官，求發財得發財，乜嘢都能求到，求成佛都能得到，何況世間嗰啲小事，邊有求唔到嘅？你懂得道理，真嘅有求必應。我哋學完學咗得到好處，要全心全力將嗰啲好處介紹俾人，大家都能斷惡行善，就形成共業。共業好啊，共業就係天下太平，共業就係極樂世界。我哋可唔可以將呢個地球變成極樂世界？答案係肯定嘅。只要地球上嘅居民覺悟，放下對立，
放下控制，放下佔有，呢個世界就係極樂世界。我哋學俾人睇，學菩薩，先學乜嘢呢？先學謙虛。第一條，六爻皆吉，趨吉避凶，從呢度落手。中國古聖先賢教我哋由細學謙虛，謙讓。天主教，你睇玫瑰經係佢哋嘅早晚課誦。玫瑰經15段，第一段聖母瑪利亞嘅謙虛，擺喺第一條。我哋中國老祖宗亦係咁，你讀《禮記》，一翻開第一句係曲禮若無不敬。佛法裏面有好多懺儀，拜懺裏頭嘅儀規，你攤開書，第一句話，一切恭敬，一心頂禮，謙虛啊！人謙虛恭敬，先滿心歡喜，滿面笑容。中國嘅寺廟有一定嘅規矩，你入山門，第一個見到嘅係邊個？彌勒菩薩。彌勒菩薩做嘅係咩像？布袋和尚嘅像，梁朝時候嘅布袋和尚。佢走嘅時候同大家講，佢係彌勒菩薩再嚟嘅，講完就走啦。咁係真嘅，唔係假嘅。講完就走啦。所以以後中國人做彌勒菩薩像都做佢嘅像，歡喜佛。第一個見面入到佛門點呢？歡歡喜喜。菩薩喺一切大眾之中所示現嘅，常生歡喜心，法喜充滿，體現出一片慈悲。我哋所有一切唔善嘅念頭、唔善嘅行業，先容易消除。如果呢一點做唔到，你嘅業力消唔到，業如果消唔到，肯定增長，咁麻煩就大啦。喺六道裏面係業報身，善多惡少，你享福。善少惡多，你要受罪啦。唔好怪人，別業共業都唔可以怨天尤人，
都要知道係自作自受，自己承當，冇人能代替嘅。呢個道理唔可以唔懂。